这一次整个灾害比较复杂，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桥梁压在3艘 A、B、C 3艘船上面，那么整个船底还卡在航道里面，所以在施救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困难的。那目前我们已经把 A 号船已经拖出这个整个被受困的区域。那目前我们已经进行有关船舱表面的拆卸。那么因为这一艘船整个已经几乎都沉到在水面底下，所以目前有关搜救的部分，搜救人员已经在进行搜索。那因为有部分的这个渔船的船友已经外露，所以整个视线，整个港区里面的视线几乎是等于0。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用部分的搜救器材之外，还在研究是不是把船拖到可以让它上架的地方或什么方式。那因为这一次灾害本身是比较复杂的，所以在搜救过程当中我们经过包括建筑、渔船相关专业人员在做研究，在抢救上时间比较久一点，我们会尽全力大家辛苦好不好？有新的进度。会，我们会把整个搜救的程序会执行到完毕，3艘船整个都会继续处理，包括今天晚上我们都会进行处理。